我個名係郭文軒啦，今年就喺德國讀咗大概1年書左右，就喺 TUM 嗰度。我係喺大學嗰度學關於航天工程嘅嘢啦。學校入邊就其實都幾大下，所以有陣時唔識路，所以就成日蕩失路啦。德國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可以參觀啦，同埋有好多嘢可以玩嘅，咁所以基本上有假期嘅情況，除咗溫書都可以去玩會好玩。咁我係自從2023年就比較過好多間唔同嘅 agent 嘅公司啦，咁我最後揾咗就 WG 個老細都幫咗好多啦，就例如知道我喺中學嗰陣時候就係參加過關於航天嘅比賽啦，咁就俾咗一個工作嘅機會，我可以幫其他人做關於 STEM 嘅成績啦，亦都幫好多人嗰啲同學參加完 STEM 之後攞獎。咁呢樣嘢就可以令到 portfolio 更加之豐富啦。咁最後就遞交咗呢份 portfolio，令到嗰啲大學睇到我有比賽經驗啦，同埋工作經驗，就令到我最後好順利咁入到去我呢間心儀嘅大學。咁所以各位同學，如果大家都想揾到一間大學讀嘅話，WG 係你哋嘅選擇。